所以老师很多工作都会请他帮忙。那刚好就礼拜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机会，然后他就抓到2只，一只拿到教会奉献，一只就会打电话请老师去帮忙背。本来是老师可以分到1条腿啊，这样为了要给4年级的看这个他们狩猎课讨论的结果，所以也是很谢谢江老师啊，就愿意把这只山猪买下来啊。刚刚那个产子现在的山猪其实才是最健康的猪肉啊。平常我们在吃的猪肉，它都是有打针的，所以那个药瘦肉精那些药，都会留在肌肉里面，会留在骨髓里面，所以我们就会铅中毒啊，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刚刚为什么那个肠子那个其实只告叔叔只告叔叔一直下流，因为他想要吃多一点，所以一直在下流会拉肚子。对，小朋友不能吃这个。我们的改母、五母他们还有爸爸妈妈以前，他们想吃鳗鱼的时候，都跟我讲说小朋友不能吃鳗鱼，其实最好吃的就是鳗鱼因为他想吃。所以最好你不要吃，他就吃了。那今天我也再一次的谢谢刘英俊那我们请他出来一下那个改牧是麦月美，改牧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服务员，他是神山的他家就在。他的家就住在嘉恩的海边而已下面的海边。那是他的老家，那是神山的，所以你不觉得他煮那个饭的时候像神山的味道？我现在就是他好啦那我们谢谢我们一起喊讲说，改我五母谢谢预备，马拉两个改我五母，改我五母。马拉呢？预备，大声一点要知道。好，预备，开始。